乳癌毛是目前女性十大癌症中的第二大死因。为了要鼓励民众会当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政府对明年开始要扩大对乳癌体检的年纪，对原本的45岁到69岁扩大到40岁到74岁哦。乳癌病友协会嘛，伫8月份开始哦，举办一个相片的故事展，希望大家拢来明白乳癌防治的重要性。 我是在45岁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政府的德政可以呢，做女性的免费的乳房摄影的检查，所以我就把握这个机会，然后感觉我其实是有点贪便宜的心情，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，我就检查到就自己确诊乳癌。 病友陈小姐分享家己这5年治疗乳癌的过程。伊讲当初是看到政府有提供45岁到69岁免费乳癌体检，想讲是免费的，就去报名看卖。无想讲家己既然是第2期的乳癌患者，伊讲这5年的治疗过程，就亲像咧做梦共款，加在伊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。为着要鼓励甲陈小姐共款遭遇的病友，乳癌病友协会举办1个月美丽中心相片故事展，希望大家会当 斗阵来明白乳癌防治的重要性。你经过过去治疗，甲即卖的生命，一定有另外一番的另外不同的见解，甲不同的体验嘛所以会当甲这个美丽的故事，互大家来看讲因会当安怎会再跳出的咱的迄种癌症的 打击。乳癌病友协会表示，政府对明年开始扩大免费的乳癌体检年纪，对原本的45岁到69岁扩大到40岁至74岁。不过，目前补助体检的工具拢是2D 的临床 X 光检查。乳癌病友协会希望未来政府会当提供40岁至45岁女性使用3D 临床长针摄影来检查。这些年轻女性她们的乳房致密度比较高，所以如果用2D 的话，它可能它的那个判读会比较不是那么的准确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乳癌是目前女性10大癌症中的第2死因。为着要预防乳癌的发生，乳癌病友协会提起35岁以上的女性，每当拢爱做1摆临床超音波检查。若40岁以上的女性是建议每2当就做1摆2D 临床 X 光检查，一定要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才会当预防乳癌的发生。记者在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。